看到这一个动员不是简单轻松几个人就能做成的，是因为大家彼此同心协力我们谢谢每一位同工的摆上。我们在分享主话语之前，我们先来做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感谢你再一次在你面前献上我们的感恩，让我们在50禧年所有的事工都能顺利来完成。今天我们持续这个50禧年的感恩庆典，我们要举行圣礼典、洗礼式，愿这个圣礼典成为满满的这个礼物奉献在你面前，也让我们领受到神的祝福、神的医治、神的平安。愿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的帮助。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名祈求，阿们。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接续上一次我们一起分享的上帝的仆人跟生命的供应。那为什么会讲上帝的仆人？上一次我们读到马太福音第6章有一段经文，他特别提到说，我们顺服我们的主人，我们敬拜我们的主人。当我们把上帝成为我们的首要目标的时候，我们后续耶稣所说的这一个不要忧虑一日的这个承担我们一日就足够了。那这些话语都是接续在我们成为神的仆人我们追求神的国跟他的义所得来的这一些应许那今天我们要接续后半段，我们看到在主耶稣特别讲到有关供应的时候，他叫我们第一个是不要忧虑。他说忧虑对未来的恐惧对未来的恐惧。那这个为什么会讲对未来的恐惧呢？这是根据我们人性人性上为还没达成的事，你觉得说准备很好了，还是担心，对不对你明天要去参加大考试了明明你都准备好了各种文具什么都准备好，但是你还是会担心说不知道什么会漏掉。那越担心，有时候更容易挂一漏万这样子那我们读了这段经文，刚刚我们已经读了我们就不完全重复。耶稣所说的是说，不要操心你的所有生活所需。他说，不信的人在追求，但是天父知道我们所需要的。那这些话语，如果作为一个普通人来讲，觉得好像有点天方夜谭，因为我们明明每一天为了所吃所用，还有我们的所需花销，都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有一个前提，耶稣要我们说，你们要追求上帝的主权跟实现，遵行他的旨意，他就会把一切都供给你们。换句话说，有一个顺序，追求神的主权跟旨意实现，那神就会为你供应所以最后一段的话说，因此你们不要为明天忧虑，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当就够了。那这些话语我们一定要有一个信仰的基础，而不是说光凭文字上的安慰，我们当然达不成做不了。那耶稣的教导怎么样呢？忧虑和相信天父的看顾，它是两者是互相矛盾的。换句话说，你一旦相信上帝的看顾，你就要会把忧虑除去。那忧虑是一件浪费的事，浪费时间也浪费精神思想。那明明浪费，但是我们会忧虑因为你的心以自己为导向，你会觉得很多事情你没有办法圆满完成。但是当你把你的信心倚靠神的时候，神给你的平安就来到那耶稣要我们做什么呢？说不要这么挂心我们什么也不能做的日子。我是该计划未来，但不是等于对未来忧虑，因为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换句话说，你还是要有规划，还是要有预备，但是有预备交托之后，你就不要为这个事情一直烦恼，一直担心，一直认为好像没有办法完成。主耶稣提到2种日子了一个是今天，那就是明天。那忧虑都跟明天有关，忧虑的焦点是对未来的恐惧所以同时也把现在的喜乐都抢走了。换句话说，你把明天的忧虑放在心上的时候，你几乎天天都没有快乐的时间。当然我们台湾有一句话叫活在当下，活在当下意思是你不会很仓促很从容的生活在
神的恩典之下所以呢，我们常常有一个概念，就是身体活在今天，但是心却活在明天。当然，我们常常想说，对未来有盼望那有远景规划，那都没错。但是心中有平安，比你有规划更重要好，他说不要忧虑，不是什么都不做，而是你可以努力，不要让恐惧来控制你。你可以计划，但不要把安全感建立在金钱上面。我们可以计划努力，但是不让恐惧来控制你，也不让这个安全感建立在无法确定的金钱上面。那所以基督徒的一个自我的提升，就是明明物质对我很重要，但是神的旨意跟恩典，他的国他的义，比我这个更重要。当你把那个次序定好了之后，你会发现说，就不再那么的为身上的物质来恐惧跟操心了。所以这一句话我们可以这样想：耶稣他并不是要容许他不是容许接纳人们懒惰，反而是要在当下努力工作。因为保罗这样说：若有人不肯做工，就不可以吃饭。所以上帝是借着四下工作的机会来供应我们所需。所以努力当下工作，这个都是神的旨意，只是说你不要被这些捆绑住了，天天不快乐所以呢，我们要一起学习是什么呢？今天尽本分，明天交给上帝。凡事先求上帝，生命就有平安。那每个人的忧虑都不同，有大有小，有不同的这一种冲击。但是当你一切的稳固安心交托在主的时候，你不会为了说工作机会被人抢走了，我的收入比以前少了，感到忧虑，因为你有神可以依靠。所以当我们看到主耶稣让我们不忧虑，但是有计划。再来就是他的治理跟他的义，是成为我们一个最中心的思想跟追求圣经这样说：你们要先求上帝的主权的实现，遵行他的旨意，他就会把这一切都供给你们了。感谢主。因为这一句话，我们可以看到神的国和义有多么样的宽广上帝的国不是上帝的历史和自然界的一般掌权而已，就是我们这个世界看到这个看得见的世界，他还是在他的子民中有治理。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的人心，关于我们生命的悔改、委身、相信那一刻起，上帝的国就是耶稣来治理他的子民。所以上帝的国不只是一个有形的疆界，或是有形的这一个团体，而是在每一个内心当中被耶稣所掌管，被耶稣所赐福。感谢主。我们说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是什么意思呢？有时候名称会比较单调一点先求他的国其实是扩大耶稣的治理，扩大耶稣的福音，在影响每一个人，在你的生命中，还有所处的社群里面，甚至普世的教会。感谢主。当我们有这样的概念之后，我们会凡事先问说：上帝希望我怎么做，而不是问我怎样对我最有利。事实上，上帝的旨意排在我的利益之前，这样的顺序就开始来了。当你发现这个是合上帝心意的时候，你在做的事，你就不会觉得好像很渺小，或是很有局限，因为神的国是无限宽广的。所以呢，一旦有这样的概念，让上帝的旨意排在我前面的时候，其实我们在生活上常常会遇到这些大小事了举个例子来说呢，你在选择工作的时候，你要工作，可能有2、3个不同的工作机会。那基督徒他会先问说，不是说把那个薪水最高的就是最好的，他可能会想到说，这个工作会不会使我失去信仰跟家庭？这工作如果影响我信仰服事，那我宁可选择可能薪水第二高的，反而让我可以兼顾到我们的生活。那就是你一个抉择。那这个抉择不是一般世俗的眼光说薪水多高，而是因为你觉得神喜爱你，也服侍他，也有生活的依靠。
我们常常讲说，举例说做生意的时候，我们不只是问说我能赚多少钱，有多少的利润，而是问说这样做有没有诚实，有没有对我的顾客有信用。有时候我们是比这个更重视哈。那遇到冲突的时候呢，不只是问我要怎么赢，而是问说我们能怎么做才能活出基督的爱。那这些都常常在我们的生活上常常有一个优先次序的。那当我们上帝的国跟义在我们心中的时候，你的选择就非常的清楚。还包括比如说花钱的时候，你会问说这笔钱是不是合上帝的心意，而不是说你喜欢就去把钱花掉了。感谢主，弟兄姐妹，上帝的义它是包含个人性的还有社会性的义。个人的一个符合神的心意，我们也期待这个社会是符合公义的、和平的、有人权的。所以他是公义的上帝，希望每个人这个人类的群体呢，能活出正确的生命，而不只是在教会里面而已。所以当我们看见这个社会越和谐，越合乎神的心意，人民的生活充满了喜乐跟平安，这个都是基督徒所在追求跟努力的。弟兄姐妹，我们就是看到这个社会的见证，是因为我们从个人基督徒的生命来做见证，让耶稣的义吸引更多人，也在每一件事情上选择上帝看为正确的道路。那这个是我们基督徒一个非常重要的抉择。好，那感谢主呢，我们在许多工作上、生活上，我们都以这个为标杆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我们所做的心中很坦然、很平安，而且不违背上帝的旨意。当别人得罪我的时候，人的本能可能是他这样对我，我要报复他，让他知道我多厉害。但耶稣常教导我们说，饶恕、爱仇敌，为逼迫我们人的祷告。所以当我们做选择的时候呢，我不是报复，我把这件事情交给上帝，这个也是上帝的义的一种哈。好，弟兄姐妹，先求上帝的国和他的义，就是个人的为中心的志向会被掩盖，会消失，因为人的志向有时候会变化，有时候你的需求并不一定这样子。但是为了上帝的志向，那是不可能渺小的，是永恒的，而且是扩大的。所以我们看到在社会上，我们在历史上很多为主工作的人，他们可能没有在个人的事业上很成功，个人有什么好的收入啦、金钱啦，但是他为主所做的工，让人人都怀念他。反倒是在社会上很多比如说做高官的啦，在社会当时当代就是赫赫有名的，哇，权倾一世的，但是一旦事情一过，就没有人再纪念他了。对百姓的福祉，对百姓的平安，对百姓的安全有贡献的人，有时候比政治上的领导者更有利。感谢主，弟兄姐妹，我们为了上帝的国和他的义，可以遍及每一个地方，我们就会变得胸怀壮志。那这个不是叫我们放弃工作哦，不是放弃理想哦，不是去理这个现实啊，而是一种怎么样，把生活的排序跟眼光做一个巨大的翻转。翻转的意思是说，明明这个事情对我有利，但是它不一定符合上帝的心意，你愿意为他牺牲，愿意为他改变。感谢主，我们以这一个为出发点，有几个学习，一个是从以自我为中心，为焦虑，会不确定，转为以神的主权为中心，一个信靠的导向，把上帝的心意、公义和爱放在你做决定的第一顺位，然后你日常所需的生活，天父就为你负责。第二小点就是把日常工作当作上帝国度的延伸。我们不是说上帝的国就是一个高举什么标语啦，在喊什么口号。其实在我们生活上，我们怎么样把它实践上帝的国和义，在你的办公室，在你的家庭，
都常常是国度彰显的地方，有平安，有喜乐，有神的祝福。所以弟兄姐妹，这一个我们要学习的是，停止透支明天的焦虑。透支，就是明天还没有来，你把一切焦虑都压住你的内心了。所以生活化的实践是什么呢？把今天该尽的本分做好，剩下的结果我们就交给上帝，他要为你负责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以上帝为中心的志向。第一个，一切物质需求都会得到供应，因为主耶稣说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第二个，当你把神的需要做优先的时候，你在追求一般人所追求的，比如说第二志向，我的工作、我的成就、我的经济啊、我的家庭，它就不再是你的主挡了，因为你已经把最优先的放在神身上。所以这个志向如果放在第二个顺位、第三个顺位，神就会让他，因为你对神的需求、对神的追求、对神的盼望，以神为中心，那你就会发现神已经为你所有都预备到了哈。好，我们说耶稣说今天难处今天当就够了，因为我们常常是怎么样，身体活在今天，心却活在明天。今天还没有发生的事，我们已经在心里面演练了好几遍、好10遍。所以耶稣给我们一个很简单淳朴的生活教导，什么呢？把我们拉回今天，你今天的工作今天把它完成，今天的功课今天来完成，今天的恩典今天来感谢，明天的事情我们明天再交给上帝。这个是我们生活的法则，也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提醒。我们今天尽本分，明天交给上帝。凡事求上帝，生命就有平安。所以先求上帝，不是不要生活，而是让上帝成为生活中的第一位。所以因为这样，我们看见说，神的国和他的意，其实在我们的生活上、我们的职场上，在我们的家庭里面施展出来的。基督徒要努力发展恩赐、机会、延伸影响力。那在各行各业有杰出的表现，尽责努力有创意，那这些志向你在生活上活出耶稣基督的恩典，你不是膨胀自己，或是建立私人的帝国，而是借由这些抱负把荣耀归给上帝。所以基督徒的工作、生活、家庭有这样的顺序之后，你会发现很多事情你就自然而然的找到一个归宿点，不再焦急，不再烦恼，不再把忧虑一直放着。神给我们的信心，是因为我们有神可以依靠。弟兄姐妹，我们上个礼拜庆祝了50周年，教会也是这样子。教会过去50年来，我们经历上帝的恩典，未来的道路我们也仍然不必忧虑，因为我们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但是我们知道，明天仍在上帝的手中。一起来做一个勉励。第一个，不为明天恐惧，因为天父知道我们的需要。今天忠心来做生活，把今天该做的事情做好。第三，一生求上帝的国，让上帝的旨意成为我们最大的追求。弟兄姐妹，我们看到仆人的生命供应，我们常常看到有些教会，他们为了要建堂，那建堂一定有很大的支出嘛，很多费用。像今天有以便以谢的教会，他们来我们这边要来募款，他们卖一些农产品，他们的特别的制作的产品，希望大家能够借由购买，让他们能够累积这些经费。但是我们包括我们互相教会，我们不是说钱存满了我们才开始做，而是因为我们发现这个事情是合神心意的，我们就做下去了。我们上个礼拜在庆祝的时候，有特别提到说，我们9年的建堂几乎每一年的经费都到位，没有欠缺，而且刚好。那不是说人有什么规划，而是神借我们的信心为我们预备足够，也不是让你剩太多觉得懒惰下来了。所以呢，弟兄姐妹，我们一起为这一个上帝的国跟义，我们成为神的仆人，我们有满满的信心走前面的道路，生活
因为有主可以依靠。即使物质上不是比别人丰富在社会的地位、生活好像也不是说就是成为一个名人，但是因为有主可以依靠，我们的心中的平安跟喜乐是别人抢不走的。愿神在我们当中施行他的圣功，所做的来荣耀他的名。我们现在做祷告，然后我们预备要来洗礼，还有圣餐。我们现在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感谢你，因为你的爱让我们认识你，你的救赎让我们成为有盼望的基督徒，你的救恩让我们知道我们是有永恒生命所赏识。所以我们借由今天的圣礼典还有洗礼式，把受洗的弟兄姐妹交在你手上，愿神亲自动工，所做的事情荣耀主。我们一起领圣餐，要见证神的救赎，你的救恩是临到我们每一位。我们这样感恩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名祈求，阿们。弟兄姐妹，接下来我们要做洗礼今天我们有2个阶段，一个阶段是大人的成人洗礼式。那今天因为我们有2堂礼拜，第一堂人比较多。